主后2025年2月初9，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大先，咱来听读圣经，历代志下卷第6章第1节到第4节。迄时，所罗门讲：上主捌讲，伊要踮伫密云的所在。我已经起一间东方的殿，做你永远徛起的所在。以色列会众拢徛伫所罗门王活起来，甲因祝福。伊讲：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应该得到贺乐。伊亲嘴对我的老爸大卫应允的，拢亲手实现。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过年的假期已经结束，虽然工商各行各业开工了，陆陆续续回归伫平常的生活，也伫各自的岗位打拼奋斗，望新的年会当有新的好作为。伫过年期间，也观察3项社会新闻。第一是今年台湾的政治界是全民大罢免的年，对伫南北两党的立法委员伫国会废宪乱政乌白来发动全民大罢免的运动，这会一直持续到接近年底重新改选，才会当有新的气象。这是拨乱反正，是人蛇年。第二是有一位俗称大 S 的艺人，伊得到流感加上肺炎死去。新闻报几啊天，也引发台湾各地抢注疫苗的风潮，也激发对南北两党乱输三台政府合理的施政预算愤怒感。第三也是上界重要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一上任，就对美国甲全世界发起一连串超级震撼强势号令，袂输全世界拢爱听伊的话，照伊的骹步行，若无就会受到伊的制裁甲歹过日。这种超级国家甲世界上有权有势的大人物，伊拍一个骹唱，咱就爱做大风台，也望整体的世界局势是行往较好的方向，莫变成做烽火蔓延。当然，咱做基督徒，咱相信宇宙甲世界是上帝创造甲掌管的，所以咱尽家己的本分来关心疼惜世界甲台湾，其他咱就交托互上帝，上帝也会照伊的意思来管理这个世界。这也拄好是咱伫今仔日在读的历代志下卷5章到第6章，所罗门伫圣殿落成献殿祈祷中教示咱的，上帝是比一切的人甲王搁较尊贵伟大的真神。大先，咱来看分段。第一小段是第5章第1节，圣殿完工奉献各有剩。所罗门伫完成上主圣殿一切工了后，发现所献的金银也有剩，就将这个金银甲器具拢送入上帝圣殿的府库，做日后维修圣殿甲维持圣殿运作开销的基金。第二段是第5章第2节到第10节，迎接约柜入圣殿。圣殿完工就定迄年的7月节，也就是收割节，称作是大料节。利用这个以色列伫宗教大节期全民聚集伫耶路撒冷的期间，所罗门王安排圣殿的落成礼，也将约柜迎入圣殿，也将一切的器具安放好势。因为着圣殿落成，有奉献牛羊祭物，坐甲未算得。伫遮咱也通留意的是，
约柜内本体有放3项物件：摩西的2块石板、旷野者的玛纳甲阿伦的拐仔，总是伫迄阵约柜除了刻10条界的2块石板，其他的物件也拢无伫咧，这有较可惜。第三段是第5章11到14节，上主的圣殿互魂，也就是上帝荣光充满。圣殿落成后第一摆的敬拜中间，全部服侍的祭司甲负责敬拜俄勒的利未人，因用乐器甲唱歌献俄勒的诗歌。这是一首短歌，只有2句话：上主至善，伊的慈爱续到永远。也伫敬拜俄勒的中间，上主的殿互魂充满。咱来看以色列人伫出埃及以后，甲伫旷野的时代，上主经常用魂降临伫以色列人中间，代表上帝的同在，也代表上主的荣光。上主的殿互魂充满，上主降临伫因中间，亲像以早降临伫会幕，也开启圣殿时代的来临。第4段是第6章1节到11节，所罗门王对人民讲话。所罗门对人民宣告，圣殿的完工就是上主应允得到实现的确据。上主应允互大卫做王，治理以色列上主的子民，也要互大卫的囝为上主起造圣殿，等上帝有实现伊的应允。圣殿起好，约柜也安置好势，约柜内也有放上主甲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就是上主信守伊约定的应允。若是以色列人也着守约，才会得到上帝应允的实现。第5段是第6章12节到42节，所罗门王的祈祷。所罗门伫圣殿门外的祭坛前，当以色列人的面前有徛伫一座铜坛顶，双手举悬来祈祷。祈祷的内容主要是讲，人若遵行上帝的律法，上帝就会实现伊所应允的祝福。人若得罪人受枉屈，求上主伸冤报应，甲报赏。人若伫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祈祷，也求上帝赦免，愿上主怜悯施恩。若外国人愿意敬畏上主，也愿上主听因的祈祷，也求上主互伊的子民甲对敌交战的时通得胜，也伫犯罪受掠得罪上帝去到伫外地时悔改哀求上主，就算无通伫圣殿祈祷，毋过因若往圣殿方向的所在祈祷，也求上主赦免伊的子民。最后是为着祭司、为着人民，甲为着君王的祈祷，求上帝互祭司用救恩做衫穿，互人民得到福气、有欢喜甲快乐，也求上帝毋通弃杀上主所竞选的君王，就是大卫的后代。对历代志下卷第5章到第6章，互咱通学习到什么教示？第一，承认上主是至尊至大，才会知人的卑微甲有限。所罗门王伫历代志下卷第2章第2节讲：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通互伊徛起，啥人
会当为着伊去圣殿。我算甚物通为着伊去圣殿？我不过是去一间会当伫伊面前烧香献祭的殿而定。听章18节佫讲，上帝啊，你敢真正要甲世间人住伫地上？天甲天顶的天都无够通互你住，何况我所去即间圣殿？天甲天顶的天是咧指宇宙，全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上帝毋但无所不在，也超过宇宙的大。就算是全宇宙，也无够上帝通大，何况是所罗门王为着上帝所起的圣殿。虽然伫人看是非常豪华庄严、宏伟，毋过这甲宇宙比拼，并袂当算做是啥，只不过是小甲袂当搁较小，细甲袂当搁较细，是干那会当做烧香献祭的殿而定。所罗门王伫遮教示咱若认捌上帝是至尊至大，是超越过宇宙的至高神，伫上帝的面前，咱实在非常的卑微，佮非常的有限。当咱有即款的认捌，人甲上帝才会当有一个正确四正的关系。所以，所有的人，包括管理国家甲人民的君王，伫至尊至大上帝面前，也拢着屈服敬拜。王只不过是上主的仆人。所罗门王伫上帝面前，也一直自称王是上帝的仆人，所以咱也着要有即种的自觉。咱所信奉的上帝是咱的上主，咱是伊的子民。咱着听主、顺服主，才会得到上主的应允甲祝福。第二，祈祷是信仰生活的本质。所罗门王去造圣殿，真清楚知影甲传达讲，圣殿就是作为伫上主面前烧香献祭的殿，是敬拜求告上帝的所在。无论是奉献、烧香、献祭、敬拜、而乐，终其尾就是为着要向上帝祈祷，甲上帝有正确的交流沟通。透过祈祷，人通将心声恳求上帝对天顶落听，啥时阵上帝也将伊的旨意甲审判报应，也是报赏，示落伫人的身上。所罗门真清楚，圣殿作为全以色列人上界重要敬拜祈祷的中心，是偌尔啊重要，佮有意义。啥时阵以色列人连愿意信奉上帝外国人，因也通到伫圣殿做祈祷。而且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就算有一日以色列人犯罪，受掠到伫外地，袂当到圣殿，伫因受掠的地向圣殿的方向祈祷，上帝也要听因的祈祷恳求。最后所向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人讲，祈祷的场所不在撒玛利亚，也是耶路撒冷，因为真正敬拜爸的人会用心灵甲真诚敬拜，因为爸爱即款的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心灵甲真诚敬拜。约翰福音第4章39、24节。对咱来讲，祈祷并毋是教会礼拜甲聚会程序中的一个项目，是咱伫礼拜聚会甲日常生活中无袂使得的必要。第三，祈祷是诚心找求上主旨意实现。祈祷亲像咱伫赛车也是骑后倒摆，咱的目睭爱不时留意看路以及指标，看车红灯，也着
有时阵看油表的速度限制，随时做校对。安全到伫目的地，就是上好驾驶的方式。祈祷也是安尼，咱爱不时察觉，追求上帝对咱的心意，随时校对咱的心思意念，咱的所讲、所行、所做，是毋是下伫上帝的道路旨意？有时当咱行偏差，上帝也会甲咱提醒、警告、管教，甚至审判报应。若是下伫上帝的旨意，就会得上帝的赐福、祝福、报赏。所罗门伫献殿的祈祷，讲咱祈祷就是爱追求上主旨意的实现，也就是爱校正回归。有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军舰驶入一个黑暗暝，头前出现一道光。因掠做是别只船仔，总是对方一直毋肯越弯让道，眼见伫要烧动发生船难，这个军舰船长就摕放声机要求对方赶紧让路。若是对方表明你是一座灯塔，请军舰势头闪开。这也甲祈祷共款，愿咱会当听趁上帝的旨意，也愿上帝听咱的祈祷。上帝听咱的祈祷，意思是咱爱清楚了解、追求上帝的旨意，到上帝的旨意得到实现。咱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听，伫这个过年后。互阮伫主日中间，过来到伫主日面前敬拜学乐，也伫遮互阮来学习知影，祈祷就是爱追求上帝你的旨意，甲上帝你旨意的实现，也互阮伫信仰的生活也不时对主你来祈祷，也知影怎样用合宜的方式来亲近主。阮伫你面前献上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免。